陈太后自燃也是你做的？是。为了复仇，皇家之人都得死。那你怎么不把瑞王也杀了？瑞王殿下镇守边关，方才回来，他干干净净，与你们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跳过瑞王。姐，你爹娘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爹是为先帝炼药的方士楼安。那日早上，他同我跟母亲说，他的丹药今日便可成。等丹药一成，他就可以带我和母亲远走高飞，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。可是那日，我跟母亲等到子时都没有将父亲等回来，我跟母亲实在等不住了，便想去睡觉。刚躺下，就听到了动静，母亲便将我推到了地窖之中。等第二日，我从地窖中爬出来的时候，就只剩下了母亲的尸体。所以，你婚进秀女当中，是为了刺杀萧文静？是，可是我没想到那场选秀，不是为了新帝选妃，而是为了挑选殉葬妃。我没想到遇到了你，是你救了我。此事非我所为，倒像是陈太后的手笔。可那些黑衣侍卫分明说的是陛下，我听得很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派人去杀你，让他们告诉你是奉了我的命令，还放你走，等到你18年后回来杀死我全家？我没那么蠢。等等等等，为什么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？哪里奇怪？说不上来。姐，你爹真的炼出长生不老药了吗？我不知道，炼药之事，爹甚少提起。若真炼出来了，老皇帝就不会躺在棺材里。也是。姐，你别哭了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的。娘娘，对不起。为何跟我说对不起？我利用了你。你有没有伤害我？你没事吧？以后呢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讲，我会帮你的。好。陆正儿，我已经解了你的禁足令，你为什么不回昭华殿做蛋糕，非要到我这儿来做啊？我姐要过生日了，我要给她准备惊喜，当然不能在昭华殿做啊。对你姐可真好。那当然，她可是我亲姐。等我给我姐过完生日啊，我就要帮她找出真凶。确实是你亲姐，处心积虑、装神弄鬼，就是为了维持住你内心当中的美好姐姐形象，证明她真心对我好。你干什么呀你？饿了，吃点东西。你要吃去御膳房吃，我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吃。陆正儿，我只身前去救你，你不感动吗？那我也救你了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就被毒死了。我对此非常感动。你呢？是你连累的我，你只身赴死前来救我，不是你应该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感动？陆正儿，你没有心的吗？我并非没有心，只是你的小恩小惠，我不平曾经你给我带来的伤害。你快走吧，我要继续做蛋糕了。
奴婢参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陛下，奴婢心里一直有句话想说，不要辜负娘娘。我知道了。又叫我来干什么？我蛋糕还没做好。看看，传位诏书？是。传位于我？你是疯了还是要死了？我想过了，你说的对。即便我现在回到现实世界，我可能也适应不了现代生活，还不如好好在这里生活，珍惜当下。那也用不着传位于我呀。你不是想当女帝吗？我不想当女帝，当皇帝又苦又累的，哪里比得上当一条摆烂的咸鱼来的快乐呀？可你之前……我之前想当女帝，是因为你让我成为众矢之的，让我明白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没有权势根本活不下去。真正困住一个人的，不是荆棘路，而是温柔乡。萧文景，如果你真心实意的爱我，庇佑我，那我或许心甘情愿的做一个路妃，躲在你的羽翼下贪图享乐。即便我不杀你，我真心实意对你好，你也会因为世道的不公而想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你怜悯弱小，渴望天下大同，你争权逐利，却不为自己。即便你称君温柔乡，也会因上位者仗势欺人而愤怒，为苦命者苟延残喘的活着而感动。萧文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给我上了这么强的滤镜？实话实说，你是一个好人。你少忽悠我！我不想忽悠你，我想和你重修于好。重修于好哪儿那么简单？我再考察一段时间再说吧。考察多久？看我心情。走吧，陪我去给姐姐过生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姐，你醒醒！我是真儿姐，你看看我。许愿树，请保佑我和我妹妹陆真儿永远都在一起吧。姐，我好想你。你放心，等我们出宫之后呢，我就开家医馆，我坐诊，你收钱，咱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书记，我又有了姐姐了，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。
我为什么又没能护住你？夫人说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我让御膳房做了糕点，你吃一点。凶手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陆正，我知道尹丹的死对你打击很大，但你也不能不吃东西啊，不然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这儿，活着的人还是好好活着。肖文静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死，世界剧情就会发生改变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拿我的性命跟你交换，我想同你再多求一世。你想让我死？只要你死了，世界剧情就会被重置，一切就能回到一开始，我姐姐她就可以平安的回来了。不可能！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下一次我们相认之后，你就把真相告诉我。只要我看到我姐那张脸，我就会相信你的。我把姐姐平安的送出宫之后，我就为你去死。我把你带离开这个世界，就算是我对你的报答。绝不可能！为什么？如果你死了，世界剧情就会重置，你所有的记忆都会随之消失。下一次的你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会相信你。我不只要你的相信，陆晨，你有你想守护的人，我也有我想守护的人。你不能自私到让我放弃这我想守护的人吧？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注定要分开。我们现在就在同一个世界。肖文静，你不想回家了吗？这里有我留恋的人。下一次的我还是我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怕人心易变，世事无常。可是我答应过文静，我一定会护她周全。我答应过她的，但我却让她死了。下次有什么相认的暗号吗？这次你不就对得很好吗 ？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爱也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声张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时间遗落许多过往，繁华和凄凉，要看够了厮
会怪我。多死一次，换你解惑，也算值得，总比前几次好。那你下一世一定要早点把真相告诉我。你会相信我？我会。好。你来。要不算了吧，你会死的。没事，痛一下就好了。别哭了，就当是游戏重开了。闭上。不行，别哭，我很快就会见你的。小姐，昭华殿，难道我也带着记忆重开了？陆正儿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等等，福安，现在是哪段剧情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但不管是哪段剧情，你都不应该来杀我。妖后，你将陛下害成那样，害得北昭民不聊生。我今天就是拼了命要杀了你！皇后娘娘，属下这就将此人拖出去杖杀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皇后娘娘，我什么时候当上了皇后？那陛下呢？皇后找朕何事啊？萧逸成，他怎么变成皇上了？真儿吓到了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拖出去，五马分尸。先救下福安。是。等等，他企图刺杀我，这么杀了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那皇后想怎样做？将他打入大牢，我再慢慢虐他。好，不愧是朕的皇后。陆正儿、萧逸成，你们俩狗男女一定会不得好死的！快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！是，走。皇后今日怎么如此奇怪？什么？奇怪吗？不奇怪啊。就寝吧。陛下，我刚刚确实被吓到了，身体有点不适。那朕传太医。不用，我自己一个人睡一觉就好了。好，皇后今日好好休息，明日朕再来看你。这
切都变了，萧文景去哪儿了？我一定要去找福安问清楚。福安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福安，为什么我一觉醒来，萧逸成就当上了皇帝？萧文景呢？原来的萧文景去哪儿了？要杀便杀，少装疯卖傻。我没有装疯卖傻。银丹，还有银丹，这个世界还有银丹这个人吗？现在究竟是何年何月？我到底处在哪个世界？银丹已经死了3个月了，你究竟在说什么呀？3个月，是银丹她生日那天晚上吗？是啊。那天我拿着蛋糕，你在外面放烟花，我跟萧文景推门，就看见我姐姐。这都已经是发生过的事情了呀。所以，这3个月后，我还处在这个世界。我跟萧文景刚刚还在海边，为什么突然就到了3个月后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你和萧逸成私下串通，祸乱朝政，囚禁了陛下。萧逸成登基后，封你为后，你杀光了从前在昭华殿跟紫宸殿当差的宫女太监。不止如此，你跟萧逸成迷上了炼制长生不老药。我们听说可以用童男童女的血来炼药，你们更是……这都是我干的吗？对，陛下心智被你们控制，失了本性。哪个陛下？奴才心里只有一位陛下。萧文景还活着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陛下。芸芸众生，必有定数。看来只有找萧逸成，才能问出萧文景的下落。真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见萧文景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？我有事要找他，他在哪儿？什么事？他在哪儿？真儿这两人甚是奇怪。让我见萧文景。真儿有话同朕好好说便是了，这是干什么？让我见萧文景。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白月色之夜，与我蓦然，往事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萧文景，这可是朕的路妃啊！快放手！他要杀你，都是误会。我是陆真儿，萧文景。放手！你要杀我？对父皇不利者，皆可杀。你叫他什么？真儿，你又把朕忘了。朕是你的陛下呀。你是陛下？是啊。你是那个死去的陛下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这宫里怎么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？明天我派人把它清出去。为什么世界没有重置？为什么银丹还是死了？为什么萧文景不记得我了？为什么他站在我面前，却又离我那么远？为什么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。萧文景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陆真儿啊！放手！萧文景，你再好好看看我，我是陆真儿啊！你认出我了是吗？你是父皇的妻子，北赵的皇后，如此这般失态，有失体统。萧，青儿，你来了。妾身见你一直没有回来，便出来找你。文景，你跟皇后娘娘说了什么？怎么皇后娘娘哭成这样？她自己要哭。文景，她好歹是皇后娘娘，还是要给予她几分尊重的。好，都听青儿的。皇后娘娘，那妾身跟文景就先告退了。你站住！你放开他！不许你欺负她！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她是你的亲儿，那我是谁？你是北赵的皇后。青儿，走。萧文景，你喜欢吃烤串还是麻辣烫？咱们去海边烧烤去。好呀好啊，好久没有去海边了。我既然是女主，那你肯定是男主。在我们女评文里，女主选谁当男主，他就是男主，绝不反驳。Nice to meet you too. 所以，你真的消失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奴婢参见娘娘。娘娘，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太后要生了。陈太后、陈婉仪啊，她还活着？是。她要生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即便太后真的怀孕，这也才过去3个月的时间，她怎么生？不过她还活着，或许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不一样的答案。奴婢也不知道。只是皇后娘娘从前吩咐过，陈太后生产当日一定要降临过去，说是要好好看看陈太后这老蚌能生出个什么鬼胎。这么缺德的话也是我说的吗？不管了，先过去看看再说。你带我过去吧。是。我是来救你的，不是来看你笑话的。陆真儿，
你别在这假装好心，你以为哀家还会相信你吗？你根本没有怀孕，你肚子里面是一颗瘤，你再不做手术的话，你会死的。你现在看到哀家这样，你很开心吧？医者仁心，我没有这么想。我不是外科医生，这里也没有无菌室，更没有抗生素。如果我强行给你做手术的话，术后的死亡率会很高的。陆晨儿，你回来了。什么？哀家以为陆真儿消失了，你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认识我？你认出我了？那个妖妃不会医，更说不出医者仁心的话。打死我也没有想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第一个认出我的人就是陈太后。太后娘娘，你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以前的陆真儿回来了，她可是陛下真正的心上人。原主抢回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你知道我们是两个人。他来挑衅哀家，问哀家还记不记得他是谁？他说被一个废物抢了身体，否则他早就让哀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那萧文景呢？萧文景，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他好像不认识我。哀家不知道。自从他成为皇后，他就将哀家关在这里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能是中了药吧，那个妖女整天找了很多方式在宫中炼药。那为什么萧逸成会变成老皇帝啊？他吃了长生不老药，他一直都是先皇，所以这才是瑞王从前对我好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原主跟瑞王有什么，而是因为瑞王的真正身份是老皇帝。陆真儿，我快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我想见陛下。你不想我给你做手术吗？或许你就不会死了。太累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好，我答应。真儿来的正是时候，内务府刚送来的樱桃，尝尝。陈婉仪要见你，不必理会那疯子，他要死了。随他去。他要死了，你都不肯见他一面吗？这世上天天都有人死，难道真要个个都去见啊？她是你的发妻，你没有心的吗？我的心在你这儿啊。你爱我？是啊。既然爱我，就应该把一切最好的都给我呀。只让我当皇后算怎么回事？你应该让我当皇帝，把整个江山都给我。这世上哪有女子当皇帝的？以前是没有，现在可以有啊。别再闹了。真替陈婉仪感到悲哀，竟然喜欢你这种人。他不肯来，
陈万一，我给你做手术，咱们试一试，或许你不会死呢。不必了，可是多谢你。你走吧，让我自己一个人体体面面的走。好，陆真儿，尹丹的死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谁都不欠谁。我陈万一，一生困在这宫墙里，与天争与地抢，争的不过是先皇片刻的春意，抢的不过是镜花水月的安稳。跟你父皇一样，都被这个女人逼疯了，把她拖下去，凌迟处死，那就这么值。费尽心机一争，到头才来，这宫闱锁的从来不是身子，是我不肯醒的执念。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已经与陛下年轻时长得如此相似。启程，别跑啊！启程，陛下，我才是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呢。他的宠爱原是吊儿，我却追了一辈子，最后只剩一场笑话，笑自己演了出无人看的戏。哀家怀孕了，哀家想亲手给哀家的宝贝做一双虎头鞋。哀家分明感觉到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哀家怎么可能没怀孕？这是我跟仙帝的第一个孩子，你帮帮我。陆真儿，我快要死了，安逸这一生好像一场笑话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太后，后妈。你说什么？太后，后妈。后葬了吧？是。萧逸城，陈婉仪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已令人厚葬他，只是如此。还要如何？厚葬他已是朕仁慈。真替陈婉仪感到悲哀，竟然会爱上你这种人。
别再让我知道。 No， 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不是凡人。萧文景，皇后娘娘怎么了？皇后娘娘安康。你真的记不起我吗？皇后娘娘在说什么？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皇后娘娘，闭嘴！不要叫我皇后娘娘。 你放肆！你果然不是他。祝你们百年好合呀！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。日暮蓦然，恍世缱绻，人潮涌过擦肩。 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声张，不敢奢望，却又贪恋你目光。这吃人的地方，我定要负了他。天道异变，陈太后怒。 先皇萧南都重登帝位，册封陆贞儿为后，求新帝萧文景。陆贞儿骤然觉醒，决意亲手终结乱局。来，想走的赶紧走，不想走的也不能留。哎，你别我动手啊！我不想看见皇宫里有任何一个人，空白圣旨都拿走。 想提啥提啥。谢谢皇后娘娘，成为人上人。好的，祝你飞黄腾达，皇后娘娘成为白富美，一定心想事成。来，快走，快走！皇后娘娘万福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哎呀，你俩不用商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是。走吧，都走吧，全都走吧。你想走也赶紧走，我管不着你。你这样不成体统。滚！你这样父皇会难过的。我不想看到你。收手吧。小鹿，你看我也是小鹿。我亲手做的，偷吃了一口。 要喂你啊！我不想忽悠你，我想和你重修于好。你不要顶着这张脸跟我讲话，他永远不会这样跟我说话。怎么我又难过了呢？也不知道陆贞儿今天来不来啊？自陈太后死后啊，陆贞儿就疯了呀！我也听闹了1个月了，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！又来了。成何体统啊！你马，皇后你大胆！皇上，你不是爱上我这匹野马了吗？那我就要在你的宫殿上面踏出一片绿色草原。你放肆！再这样，就真无情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无情。不要以为朕会一直这么纵容你。
所以我就要看看你的底线到底在哪。我操！朕知道皇后在意萧文锦，皇后若是再像今日这般放肆，那萧文锦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皇后，好自为之吧。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？真正的萧文景去哪了？他的过去都被抹去了吗？萧文景，你能不能回来啊？陆正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。这是什么？谁让你救起？跪下！本宫让你跪下。你若不跪，好啊。那我就毁了这张脸，看看那个废物回来之后，他会如何呢？嗯？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。你杀呀！你要是把我杀了，那个他可就回不来了。你别伤害他，我跪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但是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切。所以我决定用我自己去换回你。以前的陆正儿在哪儿？如果你不回答我，我现在立刻杀了我自己！她心智不坚，已经失去了做女主的资格。主世界认为，从前的陆正儿更适合做这个女主。她哪里心智不坚？感情用事，优柔寡断，自然不配做大女主。你所谓的大女主就是绝情绝爱，独来独往，冷血无情，眼里只有自己。就像现在这个视人命为草芥的陆正儿一样吗？这并非由我判断，而是大数据抓取到的评论。大女主首先要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，这是我的漫画，她就是我笔下的绝对主角。无论你是谁，
把他给我还回来！宿主如果想要陆真儿回到这个世界，可以，只要宿主愿意做个交易，他就能回来。什么交易？因为宿主干预到了世界主线剧情，让陆真儿爱上你，所以陆真儿才会被主世界抹杀。只要你以你的灵魂作为交换，陆真儿自然能回来。灵魂？失去你原本的灵魂后，你会彻底迷失在这个世界，成为真正的萧文景。那他会回来吗？会。2、8，回来！原来我能回来，是因为萧文景。萧文景，萧文景，即使你把我都忘了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我一定要唤醒你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皇后娘娘想说什么话就说吧，青儿不是外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这么听话，看来是被妖妃教训的不轻。皇后娘娘想说什么？你怕我？皇后娘娘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青天白日，孤男寡女，不合适吧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父皇的妻子，与儿臣拉拉扯扯，不合适。萧文景，我是你最爱的人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皇后娘娘慎言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忘记了也没关系，他总会想起来的。就算忘记了又能怎样？本能总不会骗人，他还喜欢我。你为什么那么听你父皇的话？儿臣听父皇的话，理所应当。那我是你母后，你听我的话也理所应当吧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父皇让你干什么？母后问你话呢，怎么不回答啊？父皇让我与青儿生一个孩子。他为什么要你生孩子啊？炼药。炼药？炼什么药？长生不老药。父皇要至亲之人的脐带血才能炼药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生啊？他不能生啊？不知道。先别走。母后不是爱慕父皇吗？我不爱慕他，我爱慕你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听我的话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于理不合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爱我、疼我、听我的话，不许欺负我，不许让我生气。别人欺负我呢，你要帮我；别人骂我呢，你要帮我吵架。心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知道吗？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。你们在干嘛？贱人！放开我！你竟敢背叛朕！本朕还想留着你，与你一起做永远的帝后，偏偏你不可，那朕就不能再容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你的命格那么好，朕还是会和你在一起，不过是换一种方式。你的头发。来人，绑了他！放开我！你天生凤鸣，得之可得天下。若你肯心悦诚服的归顺于朕，朕也不是不能收。可你偏偏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朕的底线，那朕只能将你炼成丹药，这样朕这辈子也算是永远的拥有你这只凤凰。原来这才是廖飞受宠的真正原因。希望你的身体能炼成一颗好丹药，跟你的好姐妹银丹一样。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失散。隔一段旧尘烟，重逢被月色遮掩，雨雾蓦然，往事缱绻，人潮